誒，姊妹好，我喺呢個 video 咧就想同大家講一下聖經對以色列嘅預言吓。咁我主要分兩部，第一部分咧就從亞伯拉罕學講起啦，然之後第二部分咧，即係呢個 video 嘅下咧，就主要係講一個復國嗰個問題吓。咁啊，現在咧，我哋先嚟講下。聖經對以色列人有啲乜嘢嘅預言？嗱，我哋知道咧，以色列嘅歷史係見證神嘅。咁如果我哋睇以賽亞書43章咧，嗰度就有一節話耶和華話：你哋係我嘅見證，我揀選嘅僕人。呢個就係耶和華見證人用嚟支持話佢哋係耶和華見證人。咁當然完全係斷章取義。因為如果你從第一節開始睇咧，佢就講到你話神話以色列啊，我提名召你啊，帶你經過咁多嘅事情，一直同你同在，意思就話整個以色列嘅歷史就係神嘅見證，見證咩咧？見證神對佢嗰啲預言全部應驗，而且應驗咧係從預言嘅時到應驗嘅時間咧，可以係一個好長嘅時間嚟。嗱，咁我哋慢慢嚟睇下。第一個咧就我哋好熟噶啦，神咧對亞伯拉罕嘅應許啊，創世記12章嗰度就講到話咧，應承佢咧成為一個大國啊，叫佢離開就去另外一個地方，咁將嗰塊地俾佢，叫佢成為一個大國，賜福俾佢，叫佢名為大，叫人哋去，因為佢得福啊，咁嘅第一次啊。咁跟住咧，神就一再肯定啲應許講多兩次啊。第一次、第二次咧，佢就喺創世記15章，就隔咗幾章啦，大家隔咗少少時間。咁耶和華又同亞伯蘭立約啦，佢話我將個地方賜俾你，從埃及直到伯拉大河。咁呢個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地方，我哋先嚟睇睇呢塊地啊。呢個就係從埃及到伯拉大河啊。咁到底現在以色列當然冇咁大啦，係咪？咁曾經有人研究過咧，就係所羅門嘅時候就最接近呢個。咁以後會唔會仲完全應驗咧？我哋就慢慢嚟睇下。咁但係咧係幾時講嘅咧？呢個就係主前2000幾年啊，全部都係主前2000幾年嘅一啲嘅預言。咁後來呢個預言咧，就由呢個應許咧，又俾咗以撒啊，即係神又亞伯拉罕、以撒、雅各嘅神一直咁講嘛。咁顯現嘅時候咧，就過咗少少時間啦，因為第二代啦，仍然係主前大概2000年。咁神咧就同以撒顯現，佢話咧，我同你同在，賜福俾你，將塊地賜福俾你同你嘅後裔，我哋堅定我向你嘅父亞伯拉罕所起嘅誓一樣。然之後神又再 repeat 話咧，我從應許亞伯拉罕咩嘢咧，我就都會俾你嘅吓。咁然之後最後咧就係雅各啦，傳俾雅各啦。呢個應許咧就傳咗俾雅各吓。咁我哋都知道雅各咧點會得到呢個應許咧？佢有一次咧就出走，就去哈蘭去佢喺佢揾佢個舅父。咁咧就喺路上咧夢中見到一個梯子，就有天使喺度又上又落又上又落。然之後咧神真係夢中向佢顯現，就話我要將你在躺臥嘅地方賜俾你同你嘅後裔。你嘅後裔要多，要好塵沙一樣向南向東向南向西北通通展開萬國，因為得福咁再一次咁呢個咧，我哋都幾好熟呢個故仔。呢個稍為後一啲喺1900多年主前呢塊地咧就係頭先我哋講嘅神應許亞伯拉罕從埃及到伯拉大河咁咧，然之後咧。我哋就見到以色列國就真係成立咗啦吓。呢個預言咧係幾時預言嘅呢？呢個預言咧就喺創世紀一早當雅各從翻嚟翻去佢父家嘅時候，佢又遇見
神又向佢顯現就話咧，歸呢個雅各，然後改名叫以色列，然後又以後咧又再預言話有一族有嗰個民從你而出，有君王從你而出，咁啊我賜俾亞伯拉罕地，又賜俾你，即係又再重申呢件事情會成一個國家。咁我哋睇見啦，咁啊掃羅咧就後來就做皇帝啦。呢件事情我哋都知道然之後咧跟住大衛我冇寫啊，因為掃羅算係第一個國家有皇帝啦吓。咁佢有個國家，當然以前唔係一個國家大家聽住先知講嘅說話，士師先知嘅說話，但係嗰陣時未係一個有皇帝嘅國家，後來先算有皇帝嘅國家。嗱，咁呢個咧就係幾時咧？就係1443年主前就係一早就預言，結果咧真係見到個國家。咁後來咧呢個國家咧又開始有另外一個新嘅預言啊，就係會分裂為兩個國家。嗱，咁呢個我哋都知道呢個嘅預言係幾時發出嘅咧？呢個預言咧就係先知亞希雅。嗱，咁先知亞希雅咧就喺呢一段時間喺王上11章29到33節呢一段時間裏邊咧，佢就遇到耶羅波安。咁佢咧就同耶羅波安講話，將你件衫撕成12邊，10片俾你，就預言話呢個國家會分裂，10個派咧就會跟隨耶羅波安，咁其餘咧就會剩翻少少就俾翻大衛家咁樣吓。咁後來我哋睇見咧，咁又預言啦，又成應驗咗，就喺王上12章時候。咁我哋真係睇見原來嘅真係有咁嘅事出現。耶羅波安翻嚟嗰陣時佢從埃及翻嚟，咁嗰啲人咧就打發人去以色列家，就打發人去揾佢，話你嚟做我哋嘅王啊！果然好似亞希亞先知所講嘅一模一樣吓。咁佢先分啲12節，十二片，嗰12片咧就有10片咧就係歸咗佢，即係有10個支派歸咗佢。嗱，咁之後咧過咗好耐好耐，咁咧神派咗好多先知派咗好多先知嚟咧，佢就北國咧就被話北國即係嗰10個支派跟住耶羅波安之後嗰個變成北國變成10個支派，咁呢10個支派咧就會被亞述征服。咁呢個係乜嘢咧？有幾多次預言咧？就其實好多次我只係舉3次。喺以賽亞書呢個第7章咧，就係主前700幾年，然之後何西阿書咧又主前700幾年又係，然之後阿摩司書咧就咁好詳細嚟，又係主前700幾年，一早咧就預言咗啦。嗱，譬如以賽亞話第7章第8節話65年之內以法蓮即係以色列北國就會被破壞。咁佢又講明以法蓮係咩？聖經咧好多時候叫以法蓮咧做叫以色列做以法蓮呢個係佢哋即係神舊約嘅時候習慣。咁大家都認為個原因可能係以法蓮呢個派咧就比較強壯，所以咁解所以咁叫。咁何西阿咧一模一樣咁預言，差唔多佢話佢哋有啲即係以色列必不得住耶和華嘅地，以法蓮要歸回埃及，在亞述吃不潔淨嘅事物，即係被亞述嚟到攻擊頭先以賽亞嗰度都講如果你讀到第4節咧，佢就話大馬色嘅財寶同撒瑪利亞嘅老物就喺亞述王之前俾人搬去咁幾時應驗咧？咁咩應驗咧？其實我哋都已經非常知道，就喺主前700幾年，即係唔使好耐就喺列王記下，我呢度冇寫經文，我文章裏面有寫喺列王記下17章度講話，何西阿第9年亞述王咧就攻取咗撒瑪利亞，就將以色列人擄到亞述，就安置喺哈博河邊然之後咧就24節列王下17章24節話亞述咧就從巴比倫呢個等等地方咧就搬啲人嚟，就住咗喺撒瑪利亞。
咁我哋知道後來咧就撒瑪利亞咧就話喺撒瑪利亞咧就人咧從以色列人佢哋回歸之後，佢哋冇來往嚇。耶穌又同撒瑪利亞人婦人講道嘅事情，我哋都知道係咪？嗱，咁咧仲有咧。南國咧又俾人擄啊，但係呢個係去咗巴比倫喎。咁先知咧亦都多次嚟預言啊。譬如喺咩時候咧？又喺主前700幾年、主前600幾年都有人500幾年都講，都係講咗好耐，講咗好多次。嗱，譬如以賽亞書39章嗰度咧就話，佢話以賽亞咧就對希西家話，希西家咧就將啲國庫俾人睇嘛，講得自己睇下我幾有錢啊咁樣。希西家咧就好生氣，佢就話你積蓄嘅餘金啊，同埋你家裏所有咧，要被擄到巴比倫啊。咁咧，然之後咧，耶利米又講得好長啦。佢話咧，我將呢個城交付喺迦勒底人同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嘅手裏邊，佢就取呢個城啊。咁咧，然之後咧，哈巴谷書咧又話啦，我必定興起迦勒底人嗱，巴比倫嗰個 general 地方，有時係用迦勒底呢個名嘅，睇佢邊個時代，即基本上係同一個地方嚇。咁咧，咁預言咗之後咧，我哋就睇見事情又應驗咯噃。喺耶利米書39章1到2節咧，咁我哋就睇到啦。嗱，呢度咧就耶利米書39章1節啊，猶大王西底家第9年10月，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率領全軍嚟圍攻耶路撒冷。咁第二節咧就話西底家11年4月9日，城咧就被攻破。咁樣呢個幾時候發生嘅咧？就係喺呢個巴比倫咧，就係主前600年，即係佢哋講咗冇幾耐啊，到500幾年咁嘅時候咧，即係大概600之前後啦。嗱，呢啲預言咧就成百年之前啊，應驗咧就遲少少。咁就我哋見到唔單止侵略猶大，毀敗耶路撒冷吓。嗱，咁咧，咁我哋跟住就睇見。又有個預言講個猶大喺巴比倫翻嚟，咁我哋都知道咧，呢個古仔咧，我哋都聽到好多，尤其是咧，如果你睇過我啲考古學文章，你就見過呢個古列王原柱好有名嘅件考古學文物出土文物啊。咁個預言係咩咧？就喺以賽亞書43章嗰度附近啊，即係當然嗰陣時係喺被擄之前啊，仲係信不信由你啊。響以賽亞書43章啊，即係主前711年嘅時候，咁以賽亞咧喺呢度都講句話，我耶和華你哋嘅救贖主就興起一個人啊，打發人去巴比倫。佢話我憑公義興起呢個咩？古列連名都講埋。佢要修直你嘅道路，咁耶利米書咧又講得好詳細，又講咗好幾次啦，遲少少，遲200年到。咁耶利米書25章嗰度話咧，佢話呢個國民啊，要服侍巴比倫王70年，70年之後咧，我就懲罰巴比倫王呢個地方，使呢個地方成為咧荒涼。咁耶利米書29章咧，佢就話巴比倫所定嘅70年滿咗之後咧，我就眷顧你哋，你哋就可以翻嚟啦。咁幾時應驗咧？我哋都知道啦。後來咧，有啲猶太人咧、以色列人咧，真係翻嚟啦。咁咧就係響我冇寫呢個吓，呢個應該係以斯拉記吓，我應該寫喺呢度，應該將個經文寫喺度。但係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啦。喺主前537年，古列王就宣布讓所有嘅猶太人回歸。呢個以斯拉記1章1到3節話，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華為要應驗藉着耶利米口所說嘅話，就激動波斯王古魯士嘅心，即係古列啦，使佢下詔通告全國，話凡神囑咐我，你哋中間如果佢城嘅子民，可以上猶大耶路撒冷，喺猶大耶路撒冷重建耶和華聖殿。
嗱，咁我哋都見過呢個原署，就係古列後來喺度記載佢一啲嘅命令，咁啊傳到通處都係上面就寫咗佢嘅豐功偉績，佢攻打咗幾個國家，然之後咧就再寫埋佢又好，佢係大好人，係唔止就係英雄，係大好人，就俾呢啲人翻去，包括猶太人啦，當然吓。嗱，咁咧不但可以翻去喎，仲預言耶路撒冷同埋聖殿會重建喎，咁啊知道嗰個就係第二聖殿，好有名吓。咁以賽亞書咧喺嗰度44章繼續講，頭先講43，44章，古列話論古列說，他是我的牧人，佢會做我喜歡嘅事情，就下令建造耶路撒冷，發令立穩聖殿嘅基礎。根基啊，仲有咧，但以理書嗰度又講啦，呢個仲遲少少，佢講話咩？你要明白，當出令重建耶路撒冷，即係嗰陣時耶路撒冷未建噶嘛，出令重建耶路撒冷，都有受膏君，即係有主耶穌嚟嗰個時候，有嚟咗出嚟嘅時候，咁咧有幾多年？佢講幾多年？呢個好出名嘅但以理書70:7。咁啊，但係我哋睇到佢係講意思，但以理嘅意思即係話呢個聖殿係會重建嘅。咁以斯拉同尼希米嘅時間咧，就係聖殿同埋耶路撒冷城牆被重建嘅時候，我哋可以去睇一睇。我喺網上嗰個聖經時代時間線嗰個 timeline，你就知道，因為 involve 好多經文咁寫啦，所以大概係主前500幾年到400幾年時間，我亦睇見神嘅說話一句一句嘅應驗。咁我哋因為呢個 video 我唔想太長，所以淨喺呢度，下個 video 再見，拜拜。